歡迎大家嚟到癲佬有料賽馬貼士第70個賽馬日，25年5月10日，沙田日馬10場賽事 C 賽道。大家好，我係癲佬。第一場16米5班，癲佬嘅心水係9號永盛金區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一。第二隻2號聖德福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三。第三隻7號富裕君子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二，一次第三。第四隻12號貝貝龍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四。第二場100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10號宮頸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四。第二隻4號不可擋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四。第三隻1號展鴻威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二。第四隻14號綠水青山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11。第三場1004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1號閃光燈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三。第二隻12號小王爺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二。第三隻2號同心同樂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四。第四隻8號金鑽80，近2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11。第四場1650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12號爆熱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六。第二隻9號年年有福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二，一次第三。第三隻8號川河營區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一。第四隻5號飛騰追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二。第五場1004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1號標之星河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二。第二隻3號幸運芙蓉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一。第三隻8號康昌之星，近2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五。第四隻9號美麗在線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九。第六場1002米4班，癲佬嘅心水係2號小鳥天堂，上戰係跑第一。第二隻3號勇闖高峰，近2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三。第三隻8號金多喜，近2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六。第四隻7號威利非凡，上戰係跑第六。第七場1650米3班，癲佬嘅心水係9號超加加，近3戰裏邊跑過2次第一，一次第二。第二隻4號天威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二。第三隻1號精英雄心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七。第四隻8號海明神區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五。第八場1004米3班，癲佬嘅心水係2號光年魅力，近3戰裏邊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二，一次第三。第二隻10號新意馬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四。第三隻8號自力更生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六。第四隻3號壯志凌雲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八。第九場1002米3班，
癲佬嘅心水係2號健康快車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1，2次第2。第二隻4號非凡達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3。第3隻1號龍之輝，近3戰裏邊跑過1次第2。第4隻6號正氣清區，近3戰裏邊最近係跑過第4。第10場1200米2班，癲佬嘅心水係1號舉步生風，近3戰裏邊跑過2次第1。第二隻5號笑傲江湖，近3戰裏邊跑過3次第1。第三隻12號狀元及第，近3戰裏邊跑過2次第3。第四隻7號得道侯王，近3戰裏邊跑過2次第1。麻煩各位靚仔靚女幫忙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點讚我哋嘅影片。多謝晒大家收睇同埋收聽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